有一间叫做大江的生物医学公司，3年前开6亿买豪康生物科技这间公司3成的股份，但是爆发到内线交易。这个妇产科的名医李世明是独立董事，涉嫌伫个重要信息公布进前，招伊亲戚朋友进场买豪康的股票，涉案的10个亲友不法的所得超过90万，其中嘛包括着李世明做医生的后生。台北地检署搜索约谈了后，李世明爸仔囝涉嫌违反着证券交易法，分别以120万甲100万来交保。有没有什么要说的？这款的镜头是用无啊红面，面对记者也拢唔讲话。原来伊就是中贵公司大江生意的独立董事李世明，伊牵涉到内线交易，后审了后120万交保。大量出血又还在0.6、0.8，这不对啊！李世明除了是中山病院妇产科的主治医师，佮兼执行董事，嘛是大江生意的独董的，想要到说涉嫌内线交易。3年外前，大江生意发布到重大消息。要伫5个月时间内，以每一个29块计数收豪康生机普通股股份，当时按算要收2083万9500股，预计上悬6亿400万，比净值加18%。李世明说涉嫌找10位亲友买入，赚超过90万。MBI 和康生技不但是胶原蛋白与玻尿酸专家，也是台湾大江集团生技大联盟的成员之一。大江生意的野心真大，想要开拓生技大联盟，独当的所涉嫌违反证交法。李世明的后生嘛是医生，嘛被查出涉案。张检调兵分五路，搜索李世明的卡机。肾结石往下掉，掉到输尿管直接卡在里面，那大部分都会有明显的症状。这对爸仔囝拢涉案，分别是以120万甲100万交保。另外5位被告是以5万到8万不等的金额交保，那涉案的会计是被请回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